国际社会目前越来越关注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指控。批评人士认为，有多达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关在再教营内。对于有美国官员称中国精心设计在东突厥斯坦的考察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反驳，并称美国官员的言论纯属造谣污蔑。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说，中国政府精心设计了有误导性的新疆考察活动，没有准确反映新疆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3月2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了解，此前中国曾邀请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和一些境外媒体参观访问新疆。中国独裁者习近平结束意大利的国事访问以后，到达了欧洲行最后一站的法国。法国维吾尔人和西藏人权活动人士举行示威活动，呼吁停止中国的反人类罪。另一方面，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卡纳提在纽约大学出席了一个会议，并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问题。委内瑞拉军方向加拉贾斯以南的空军基地部署了 S-300导弹。一个以色列的国防咨询机构指出，委内瑞拉军方已经向加拉贾斯以南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部署了更多的 S-300防空导弹。除了激活他们的 S-300导弹外，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在周日俄罗斯空军及其军事人员抵达该国时获得了重大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叙利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家和组织随后表示反对，警告此举或引发地区局势新动荡。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声称，土耳其喷气式战机阻止了他的直升机。土耳其安全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土耳其战机没有企图进行骚扰，只是履行其惯常任务。